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5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15节到16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12节。使徒行传第7章第1节到1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敬拜上帝。一般来讲，咱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记载，大部分的人拢会注目伫迄个上帝差遣摩西到伫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要互以色列人会能进入迄个应允之地。这是一个蒙福的应允。大部分人拢认为讲出埃及记就是一个偷放神学，因为上帝看到以色列人民的痛苦，因需要救恩，也因为安尼，上帝就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来得到救赎。但是偷放解救施恩赐福，是毋是上帝差遣摩西转去到伫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唯一或者是讲首要的目标呢？事实上毋是啦吼。解放以色列人，施恩赐福予以色列人，并毋是上帝唯一的目标。更较清楚来讲，嘛毋是上重要的目标。出埃及记的经文安尼甲咱讲，上帝讲：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伫埃及受着虐待，我已经听见因渴望来挣脱奴隶的哀求，我知影因的痛苦。所以落来要对埃及人的手中将因拯救出来，带领因到伫肥、佮宽阔、流年佮密的所在。伫遐是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密人佮亚布斯人所徛起的所在。我的确听见着我子民的哀求，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压迫因。现在我找你去到伫埃及王遐，你去将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可是摩西对上帝讲：我算什么？我怎会到伫埃及王遐，将以色列人来带出来呢？上帝回答讲：我甲你同在。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恁要伫这个山顶来敬拜我。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凭据。上帝表明着伊差遣摩西到伫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讲我要甲你同在。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恁要伫这个山顶来敬拜我。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凭据。主祷文教导咱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敬拜上帝是基督徒首要的目标，是上帝赐予众人的福气，是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正是上帝差遣摩西，或者是其他所有仆人的目的。
伫《使徒行传》2章所记载圣神降临节事件了后，彼得甲众门徒拢真勇敢公开伫众人的面头前伫遐来讲道，因伫遐来见证搁活搁显现基督。其实当初时的大环境并无改变，困迫的情形犹原存在，但是使徒却大大被改变，因为因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爱因去带领来敬拜上帝。这甲当初时犹太人所指控司提反因所甲伊落的这个罪名是完全无同款的。咱因讲司提反安尼使人众人着爱离开上帝。伫昨的读经分享的中间的经文，安尼甲咱讲，因所收买的假见证的人出来讲，这个人常常讲反对阮的圣殿甲摩西的律法。阮听见伊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拆毁圣殿，要改变摩西所传予阮一切的传统。虽然安尼，使徒犹原勇敢见证搁活的基督。司提反嘛是安尼，因回复大祭司以及众人讲：正的父老兄弟啊，请听！当阮的先祖亚伯拉罕伫美索不达米亚还未徙到赫兰的时阵，荣耀的上帝来伊显现，对伊讲：你得爱离开你的故乡、亲族，到伫我要指示你去的所在。因为安尼，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人的所在，就去住伫赫兰。伊的老爸死了后，上帝将伊迁徙到本地来，就是恁现在所住的所在。当初时，上帝并无甲亚伯拉罕予伊什么产业，含徛卡的所在嘛无。但是上帝应允要将这个土地来赏赐予伊，做伊甲伊的后代的产业。虽然迄个时阵伊还无囝，上帝也对伊讲：你的后代要囝卡伫外国，伫遐做奴隶，伫遐来受虐待400冬。但是我要刑罚迄奴隶因的迄个国。以后，因就要离开迄个所在，到伫遮来敬拜我。司提反搁一摆来强调，圣经出埃及所记载，就是伫即个所在敬拜我迄个重点。因为只有安尼，人才会当甲上帝同在同行。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经文内底，伊嘛真清楚地讲到这个概念。伊讲到底阿波罗算什么货？保罗算什么货？阮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要引带恁归信上帝。阮每一个人拢得爱照主所吩咐分派工作去做。我栽种，阿波罗管压，但是伊互伊成长的却是上帝。栽种甲管压的拢算袂得是啥物，一切在伫互伊成长的上帝。栽种甲管压的拢无啥物款的差别。上帝照着每一人的工作来甲伊报酬。阮是上帝的同工，恁是上帝的园，恁也是上帝的建筑物。
我用上帝互我的恩赐，亲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裁真好的根基。别人伫伊的顶悬来起造，但是每一个人拢得爱谨慎家己，怎样伫根基顶悬来起造？因为上帝已经立迄个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无有人会当徛伫其他的根基。伫这个根基顶悬，有人用金银宝石来起造，有人用木料草稻谷来起造。到伫审判的日子，每一个人的工程好歹拢会显露出来。因为大火要显露，并且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互迄个真正的品质来出现。如果伊所起造的工程经历起火的考验，伊就得到奖赏。如果伊的工程互火烧歹，伊就亏损。伊家己却会得救，亲像对火焰出来共款。恁一定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住伫恁的内面。基督徒受呼召是要来归伫上帝，基督徒受呼召来引带人，就是要来敬拜上帝，这非常明白啊。无论是保罗，是司提反，是摩西，或者是其他主的奴仆，咱的呼召拢是要带人来敬拜上帝。所以千万毋通去互权力、名声、舞台、私欲来误导。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上帝啊，我靠你做我的保护。求你，互我永远袂失败见效。你是公义的上帝，求你解救我。求你暗耳孔听我，赶紧来救我，做我坚固的石盘，做堡垒来拯救我。你是我的山岩，我的堡垒。求你照你的名来引带我。人暗中设罗网要网我。求你救我脱离，因为你是我的堡垒，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上帝信实的上帝啊，你会救赎我。我一生伫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以及困逼我的人。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照你的慈爱来拯救我。上帝是阮唯一敬拜的对象，敬拜上帝是阮基督徒受呼召的目的。恳求上帝，互阮明白蒙召的责任，愿意成做你尽忠的仆人。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